我是公关列车长赖白14年了，10月26号，然后南方的新民广场22点18分。哇，这班车真的还是假的？这班是我们公车7888往9分金瓜城末班车，上大的是那个965。所以说，人生那个时候想走的时候，又真的很想走，是吧？那还要靠我智慧啊！还真来嘞！末班车学完了见，拜拜。